高雄三民区一间透天的今日透早是着火烧，目前已经有4个人死亡，1个人也有性命危险。不过，这厝边讲这导火进前是有听到冤家的声，跟火灾原因敢有牵连，要过来调查。 大火一直线，消防人员努力拍火，总算7个半暝3点外把火拍花，发现厝内5个人一度无喘气，搁再确认其中一对男女已经死亡。初步了解是厝主的亲情。鞭炮爆响的声音，但是我一直看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。但是后来我又听到蹦很大声的时候，是铁门已经打开来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有疏散5大2小，那目前是在起火户的部分，我们有搜索到5名欧卡的患者，那其中3名我们有送医。 厝主一家3口送医，17岁后生伤重不治，厝主嘛伫11点宣告死亡。火警造成4个人死亡，但是火灾进前，过来的厝边拢听到冤家的声音，无排除防人为放火。有啲冤家的声啦，完了吼，完了就要开始，一个也开始变啊，开始类似像吵架的声音，才开始有爆炸的声音，对。 上午，火调人员进出火场，检察官嘛来勘验，因为1楼小青山牌的机车当中，有1台有可能是电动自行车，嘛互怀疑敢有可能是电动车起火。警方表示，无排除任何可能。他们夫妻本来就是都这样啊，他们2个海派就对了。哎呀，因为他们在拿工作的，他老婆讲话更大声。内底有迄什么电动车，你敢有看？迄是因囝的吧，一台尔，要因爸买，或者因为无驾照啊，这样过来去啊。 电动自行车。对。厝主亲友讲，因翁仔某感情真好，无相信是放火，因为厝主的太太连一伫清洁队，公市环保局嘛伫早时派人去关心，会提供予家属相关的协助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